2025年的香港娛樂圈，注定被一樁忘年戀搞得天翻地覆。TVB3 屆視帝郭晉安，這位靠堪夫成龍、嗌旺新傳、封神的膠面人，離婚剛滿1年，就被曝與小31歲的女星鄭曉華陷入熱戀。更狗血的是，前妻歐倩怡離婚時竟未分到一分錢財產，而郭晉安名下9億港元的資產版圖，隨着一場神操作般的資產轉移浮出水面。這場集年齡差、財富爭奪、輿論戰於一體的娛樂風暴，究竟是真愛衝破世俗，全是資本精心設計的局。2025年，郭晉安和鄭曉華主演的 TVB 新劇《金色森林》成了輿論炸彈。劇中兩人演一對師徒，隨着劇情推進，師徒關係逐漸越界，變成禁忌之戀。這種設定讓觀眾直呼尺度太大。更離譜的是，戲外的互動也微妙得讓人浮想聯翩。劇組人運爆料，兩人拍戲間隙常單獨討論劇本，晒稱宴上鄭曉華旋公開誇郭晉安是最敬重的導師。這波操作是入戲太深，全是另有隱情。1964年出生的郭晉安和1995年的鄭曉華年齡差能跨一代人，但這段關係絕不是簡單的老牛吃嫩草。鄭曉華是2018年港姐冠軍，入行後資源一般，郭晉安的提攜直接把他送進了 TVB 一線陣容。而郭晉安呢，剛經歷婚姻破裂，和年輕女星互動，難免被解讀為找情感補償。心理學專家說，這種關係裡，男方可能想通過年輕伴侶重獲活力，女方則可能圖安全感或資源支持。說白了，各取所需。面對父女戀傳聞，兩人回應得那叫一個耐人尋味。郭晉安在活動上說，和鄭曉華合作挺新鮮，但私下只是朋友。鄭曉華的經紀人則代他表態，專注事業，沒感情記娃。可狗仔拍到的兩人共進晚餐、打網球的畫面，網友直接及將戀愛實錘。更絕的是， TVB 高層被曝想借這波緋聞炒熱新劇，畢竟現在收視率競爭這麼狠，一樁緋聞的傳播價值可比花千萬宣傳費強多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草基集團給郭晉安的代言費是32萬港元。這家紮根香港20年的保健品巨頭，曾因郭晉安的代言實現年複合增長率 15.4%， 但郭晉安婚姻破裂後，商業價值也跟着波動。草基集團中期報告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淨虧 753.5 萬港元，銷售及分銷成本卻暴漲 35.3% 至 6,645.8 萬港元。業內人士分析，郭晉安的代言效應已經弱了，再加上他個人生活的爭議，品牌合作可能更受影響。港媒披露，郭晉安名下資產超9億港元，包括多套豪宅、公司股份和投資項目。最扎眼的是他離婚前的資產轉移操作。2023年，他把持有的草基集團股份全轉給了姐姐郭致欣，而那時他和歐倩怡的婚姻已經亮公燈。法律專家說，這操作可能涉及規避財產分割，但只要能證明股份轉讓和婚姻無關，就合法。可問題是，歐倩怡真能接受這種解釋嗎？2006年，郭晉安和歐倩怡裂婚，育有一子一女。可這段18年的婚姻，2024年就畫上了句號。更離譜的是，歐倩怡離婚時沒分到房產或股份，只拿了子女撫養權。知情人士說，郭晉安名下9000萬港元的房產都沒登記歐倩怡的名字，連子女名字都沒出現。郭晉安解釋說歐倩怡嫌麻煩，可這說法誰信啊？離婚後，歐倩怡選擇重返職場，參與 HOYTV 節目、健康關注組、錄製，旋頻繁接受媒體採訪。她坦言，離婚後經濟壓力不少，但得積極面對。節目裡，她活力滿滿，自信十足，和以前的視帝太太形象完全不同。可她的居住條件卻引發熱議，現在租的公寓月租2萬港元，和郭晉安的豪宅生活比差遠了。2025年9月，歐倩怡在一檔網絡節目裡自曝用交友 App， 瞬間引爆爭議。她說這是社會實驗，船透露因為自我介紹裡詳列學歷，
把不少男士嚇退了。網友評價兩極分化，有人說他太理性，也有人質疑他沒做好再婚準備。歐善儀回應：怕被傷害是人之常情，但想收懷真心，得先交心。這話說得挺實在，可背後的心酸，誰懂？雖然婚姻破裂，歐善儀和郭晉安在子女撫養上倒挺默契。他透露，和子女見面從不提前夫，母子交流只聊日常。郭晉安則頻繁在社交媒體曬和子女的互動，塑造好爸爸形象。心理學家說，這種處理方式能減少離婚對子女的負面影響，但也可能掩蓋深層矛盾。畢竟，孩子心理真的沒疑問嗎？娛樂圈父女戀不是新鮮事。2008年，澳大利亞一對父女因生育子女被控亂倫罪。中國娛樂圈李成儒和侯國相差28歲的戀情因家庭壓力告吹，李雙江和夢及的27歲年齡差婚姻卻持續到現在。這些案例說明，這類關係常伴隨法律、倫理爭議，列局也各不相同。有的能修成正果，有的卻一地雞毛。社會學家說，女性選擇年長伴侶的動機很複雜，有的因為單親家庭、溝通障礙或物質需求，傾向於依賴年長男性懷取安全感或經濟資源。比如張雨綺和王全安相差21歲的婚姻，就被解鬥為資源置換。郭晉安和鄭曉華的關係，如果涉及事業提攜，也可能符合這種模式。說白了，愛情裏三了別的，船能順遂嗎？隨着全球化加速，跨代際戀愛逐漸被社會接受。一項針對20至35歲群體的調查顯示，62%的受訪者認為年齡差不是問題，關鍵看感情基礎。但在娛樂圈這個放大鏡下，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輿論風暴。郭晉安和鄭曉華的案例，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。大家嘴上說接受，心裏真能完全放下偏見嗎？郭晉安和歐善儀的婚姻破裂，暴露了明星婚姻的脆弱。工作忙，溝通少，個人成長軌跡分歧，再加上外界輿論干擾，都是常見誘因。婚姻諮詢師說，明星夫妻得比普通人更強的情感管理能力，否則很容易在名利場裏迷失。畢竟誘惑太多，壓力太大，感情能經得住考驗嗎？郭晉安離婚前的資產轉移操作，引發了對財富管理的討論。法律專家說，只要操作符合程序，轉讓股份或房產是個人權利，但道德層面，這種行為可能被解鬥為算計。相比之下，歐善儀的零分割處境，更凸顯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經濟弱勢地位。婚姻裡，錢和愛，到底哪個更重要？離婚後，郭晉安的形象變了。一方面，他繼續以好爸爸形象示人，頻繁曬和子女的互動；另一方面，他的商業版圖擴張，尤其是草基集團的上市計劃，讓他從演運轉型為企業家。這種形象重塑，既是為了事業延續，也是對輿論的回應。畢竟，觀眾喜歡看逆襲故事，可背後的真相，又有多少人知道？郭晉安的父女戀傳聞、9億身家爭議和前妻的逆襲故事，原不只是八卦，他們折射出當代社會對年齡差戀愛的接受度、婚姻中的財富博弈，以及公眾對明星私生活的過度關注。在這場娛樂風暴裡，沒有絕對的贏家或輸家。郭晉安獲得了事業新機遇，歐善儀實現了經濟獨立，而公眾則通過這些故事反思自己的情感觀和價值觀。或苦，真正的啟示是，無論是明星還是普通人，婚姻和財富的管理都需要智慧和誠意。作為旁觀者，我們或苦該學會在吃瓜的同時，保持理性和尊重。畢竟，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部未完待續的劇本，而劇本的走向從來不是由外人決定的。